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初2，箴言18章20节安尼讲：人讲话效果，为何伊的腹肚充满？伊的嘴唇所出的，要互伊饱足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智慧言语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阮活命美良的上帝，你是互阮有知识来讲话的天父。你互阮知影，一句话若讲着合宜，就亲像金的苹果落伫银的网仔内，是会互人得到帮赞甲利益的。搁较要紧的，你爱阮用嘴唇来向你献上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伫生活中间，常常充满了不公义，甲互阮生气的代志，也因为安尼，阮所出嘴的，也常常是充满苦毒甲埋怨。恳求你赦免阮出嘴的歹，互阮的嘴所出的，是充满喜乐甲感谢，也互阮的嘴唇所出的，互阮通得到饱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恳求主帮赞咱，伫咱每一天的讲话，伫咱的所行顶头，伫咱所出嘴的，拢是知足、懊恼甲感谢，也互咱会通因为咱嘴唇所出的，来得到饱足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